OK，我哋而家開始實測，有 buy 信號 ，IB 主單落咗 ，OCA 止賺止蝕單落埋。啱啱 TradingView 有一張買單啦，但係 IB 就冇成交到，因為佢 check 到係因為有開咗倉，所以就冇做到呢張單。啱啱 IB 嗰度又成交咗一張單，呢張單應該係止蝕單。咁大家見到張止蝕單觸發咗咧，咁另外嗰個止賺單都取消埋啦，即時嗱，咁啱啱又見到一張trading 一張新嘅 buy 單啊，咁就 IB 嗰度又成交咗，咁止賺同止蝕單已經係落埋啦。咁大家會睇到就係話 TradingView 嗰度雖然有信號發出咗，但係 IB 唔係即刻成交嘅，因為點解呢？因為佢如果你係1分鐘圖呢，佢要等嗰1分鐘完晒先，個信號出咗，要等嗰支陰燭或者陽燭完成晒，咁佢先至會 deliver 個 message 出去嘅，咁 IB 先會收到呢個信號，會同你落單嘅，咁係所以會有啲延遲嘅。咁個信號出咗就唔代表 IB 會即刻成到呢張單，所以要記住，就算係15分鐘單咧，佢可能會個 buy 同 sell 咧會出現好多次或者斬幾次咁樣，咁一定要15分鐘完晒佢先至會收到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而家 AI 咁普遍，我今日都學人用 AI 寫咗個自動交易程式，想同大家分享。如果你哋大家有用開 TradingView 又熟悉 IB 平台，咁呢個程式絕對可以幫你24小時監察，同埋幫你買入或者賣出你心儀嘅股票。整個流程就係透過 TradingView 入邊龐大嘅指標資料庫，其中有一啲指標係可以發出買入同賣出信號。咁當呢個指標發出信號，例如買入，就會創建一個短訊啦。咁呢個短訊會直接發信到 IB 執行相關嘅動作。咁當然唔係咁簡單啦，入邊係有好多設定啊，同埋要寫一啲程式，同埋下載一啲程式去做。咁呢度我會逐一同大家講解個步驟。咁開始之前，我要戴翻個頭盔先。首先，我唔係專業人士，我唔會叫你買啲乜嘢股票。我強烈建議你哋將呢個程式喺模擬戶口測試，同埋作為一個消磨時間，學下寫程式嘅娛樂，千祈唔好用真錢去玩。OK， 我哋而家開始講解下個流程。整個自動交易系統主要分為4個節點。首先 ，TradingView 發出買賣信號，經 encrypt 透過公網穿透嘅形式，將嚟自 TradingView message 轉發到用 Python 寫嘅自動交易程式去解讀 JSON 格式寫嘅 message， 然後再交俾 IB 落單。咁關於 encrypt 公網穿透係啲乜嘢咧？我稍後會講解一下。OK， 整個自動交易嘅系統就係咁樣噶啦。咁好，我哋開始第一步，打開 TradingView 嘅圖表。我哋用 Google 做例子，用1分鐘圖表，因為用低啲嘅分時圖可以快啲觸發個信號，唔使等咁耐，可以快啲測試個程式有冇問題。當然，如果你哋係比較熟悉電腦終端運作，可以打一個 command 模擬 TradingView 嘅信號去測試個程式。但係我唔想喺度講太多，因為都有少少複雜。選擇指標呢係 Super Trend。點解我會揀呢個指標呢？係咪因為佢係比較準啲呢？我可以話俾大家聽，唔係。喺 TradingView 入邊，所有嘅指標都係唔準嘅。因為點解呢？因為每一隻股票嘅特性都唔同，
有唔同嘅周期，同埋就算每一個指標嘅設定你一改少少呢，都已經好影響佢嘅準確。點解我會揀佢呢？因為呢個 Supertrend 都幾出名，同埋都幾多人用嘅。咁如果你哋大家想了解多啲關於呢個指標呢，咁可以喺呢度click 入去。咁佢入邊就有個介紹啦，有 77.6K 人用啦，有629個 comment 啦。咁詳細你想多啲了解嘅，你哋自己去睇啦。咁我哋翻去圖表先。咁我哋加入咗 Supertrend， 咁我哋就做少少設定。咁我想個圖表簡潔啲，咁喺個 Uptrend Highlighter 同埋 Downtrend Highlighter 我哋 uncheck 佢。咁其他嘅數字我哋唔改啦，咁就 OK。咁我哋下一步咧就係 create 個 alert 啦，咁 add alert 啦。咁 alert 咧 buy 同 sell 都要做一次嘅。咁我哋做咗 buy 先啦。咁個時間就係1分鐘啦。咁個 message， 咁我哋喺 TradingView 設定 Redhook Alert， 我哋係可以預設止盈同埋止損嘅離場條件。呢一個咧就係 TradingView 指定用JSON 格式寫嘅 Alert Message。止盈同埋止賺咧都係可以預設嘅。呢個 TP% 咧就即係 Take Profit percent。我而家預設就5%。Stop Loss 就預設1.5。Secret Key 咧呢啲全部都可以改㗎。咁你自己可以改翻你預設%幾去 Take Profit 同埋%幾去 Stop Loss 啦。咁公網地址嗰度，我稍後會教大家點樣去下載個程式，同埋點樣去創建個公網地址。另外喺揀選指標方面，其實除咗 Supertrend， 我哋仲可以揀其他指標，例如 MACD、RSI、SMA 等等。只要佢可以發出買入及賣出嘅信號，記住喺 TradingView 通知欄勾選翻 Redhook Supertrend Buy。咁喺通知嗰度記住 tick 翻 Redhook 啦。咁個地址我已經創建咗㗎啦，之前。咁我哋再同時創建埋 sell。咁記住呢度揀翻 sell。都係俾翻個名佢啦。OK， 咁 buy 同 sell 嘅 alert 我哋都創建咗啦。跟住我哋講解下點解要用 Encropt 公網穿透。由於 TradingView 個 server 係喺外國，你屋企嘅家用電腦係動態 IP 同埋受到防火牆保護，外網咧係無法直接傳取嘅。咁 Encropt 佢會幫你創造一個臨時嘅公網地址，同埋一個加密咗嘅隧道，用嚟俾你同外界通訊，就好似幫你開一個公共嘅 PO Box， 任何人都可以寄信去郵政信箱俾你。寄信俾你嘅人係唔知你屋企嘅地址，咁你就可以避免俾人惡意攻擊，你部電腦就可以受到保護，唔會怕俾黑客 hack 你部電腦。咁我哋而家咧就首先去 Encropt 個公網下載呢個程式。我哋去到 Encropt 個官網就註冊啦，跟住就會入到嚟呢個版面㗎啦。跟住我哋就去 Set Up and Installation。咁如果你哋係 Windows 嘅話，就直接撳 Microsoft 嘅 Store Installer。咁第二步就係我哋要 copy 呢個Authenticate 嘅 token 啦。
咁而家你會見到呢度係冇嘅，咁我哋喺呢度有個眼仔，咁你就 click 咧，咁你會呢個我嗰個 token 就會出咗嚟㗎啦。咁我哋就抄咗佢啦，咁就撳 Window 加 R 就打 CMD，咁就會直接去到終端嗰度，跟住我哋抄落去啦，跟住就打 encode。HTTP 就5000就係 encode 俾你嘅，你可以當為一個郵政信箱號碼啦，佢俾你嘅，要嚟同外界通訊嘅。咁 enter， 咁你會見到嗱，咁佢而家已經同你創造咗一個domain name 嘅，呢個 domain name 就係話你嘅地址嚟㗎啦。咁你會見到而家係 online 㗎啦。咁我哋就係要將呢一個 domain copy 落去你TradingView 個 webhook 嗰度，咁我哋就係去翻 TradingView 嗰度，抄翻落去 webhook 嗰度。OK， 我哋就嚟翻 TradingView 個 webhook 嗰度，將 encode 嗰個 domain 就 paste 落去啦。咁 buy 同 sell 都要做一次嘅。咁就提一提大家啦。咁如果你刪咗個程式，或者係刪咗機，每一次你都要重新去將新嘅 domain paste 落去，因為佢每一次刪咗再開翻咧，都會有一個新嘅 domain 嘅。咁如果大家唔想煩嘅，就要去翻付費版嗰度買一個 domain 翻嚟。好，終於嚟到我哋寫 Python 程式呢個步驟，我稱佢為交易邏輯的大腦。好多人做自動化交易最常犯嘅錯誤就係冇做任何風險管理，咁樣做非常危險，因為一旦網路出錯或者有黑客亂發信號，你嘅 account 就會俾人狂買或者狂沽。所以 Python 程式會扮演一個嚴格嘅管家，係落單俾 IB 之前，佢會幫我哋做以下幾件至關重要嘅事。首先係安全與記錄嘅部分，呢個係自動交易系統嘅防彈衣。Secret Token 驗證就好似係一個暗號咁。Python 收到信號嘅第一件事係檢查有冇附上正確嘅金鑰。如果冇正確嘅金鑰請求，一律拒諸門外，保障你嘅帳戶安全。JSON 驗證，我哋要確保傳入嚟嘅資料格式係完全正確嘅。如果漏咗例如買賣股數或者股票代號，程式會提早發現並攔截，防止程式碼因為讀唔到資料而直接崩潰。日誌記錄，唔理係對嘅請求還是錯嘅請求， Python 都會自動寫入 log。以後如果發生交易糾紛或者想對帳，隨時可以追查。做完基本防護之後，跟住就係智能風控與高級訂單管理，就係點解我哋要自己寫 Python 嘅原因。持倉檢查 Position Check， 當 TradingView 連續發出買入信號嘅時候， Python 會先去 IB 幫你檢查。如果我哋已經開咗倉，佢就唔重複開倉，確保你嘅策略只會執行唯一嘅一次，避免資金過度消耗。智能離場 Smart Exit， 我哋可以透過 JSON 寫入特定嘅百分比參數，例如 TP%， 我哋之前已經講過，俾 Python 自動幫你精算出精確嘅止賺同埋止蝕價。一開倉就自動將止賺同埋止蝕訂單 set 好喺 IB 平台度，追蹤止損 Trailing Stop， 呢個係另外一個非常好用嘅功能。你可以設定一個 trailing%， 當行情往有利於你嘅方向走嘅時候，例如你買升，個止蝕價會一路跟住自動往上移，幫你鎖定已經賺到嘅利潤，唔使手動去改嗰個止蝕價。OCA 互斥單，呢個係風險控制上超級重要。我哋會將止賺同埋止蝕單綁成同一個互斥群組。
只要其中一張單成交咗系統，就會自動秒刪另外一張單，絕對唔會發生止蝕出場後，結果止賺又被觸發呢啲疏忽嘅意外。總結一下，所以大家可以睇到呢個 Python 中間件將接收信號、驗證安全、持倉檢查到、智能下單，全部一氣呵成。佢不單止係一個通訊橋梁，更會係保護你資金嘅智能防火牆。聽到呢度，可能好多朋友已經開始頭大，哇！聽落功能咁強大，係咪要設定好多複雜嘅環境？好難寫啊！大家放心，喺下一 part 嘅示範入面，我會帶大家使用 VS Code 嚟編寫呢個程式。點解要用 VS Code 呢？因為佢對新手嚟講有兩個無敵嘅好處。第一，佢會自動幫你下載好多插件同附件。要成功 run 到嘅程式，背後需要好多特定嘅 Python 插件同環境支援。用 VS Code，佢會好聰明咁提示，兼自動幫你裝好晒，唔使你自己上網慢慢排，慢慢 debug 啲安裝錯誤。第二，佢可以自動同你 run 一次個程式，有問題會直接幫你 debug。當你寫好或者複製好程式碼之後，直接一鍵運行 VS Code 就會喺背後同你做模擬測試。如果有啲咩寫錯咗，或者邊個位漏咗，佢會清清楚楚指出邊度出錯，甚至會話埋俾你知點樣修正。我知道大家最想要嘅係一定係實用嘅懶人包，所以咧我已經將成套 Python 程式碼嘅核心邏輯寫成咗一個精準嘅 AI prompt， 放咗喺資訊欄入面。各位亦都可以掃描右面嘅 QR code。OK， 我哋而家開始就寫個程式，用 VS Code， 咁都係指定動作就去VS Code 個官網度註冊帳號啦，下載個程式啦。之後咁我哋而家就創建咗個 folder 先。咁大家可以俾個名佢，你哋中意俾個咩名佢都可以啦。咁我哋打開 VS Code， 咁就 Open Folder。咁 open 咗 folder 之後咧，咁我哋將嗰個 AI prompt 全部就 copy 落呢度呢個格仔度。咁 agent 咧，我就揀 Gemini 3.5 Flash 嘅。咁因為我呢個係付費嘅plan 嚟嘅，我就建議大家咧就俾$10，就因為佢就有好多個 models 俾你揀嘅，你可以睇下。佢連呢 Kimi 都 K2.7 呢個模型都有嘅，呢啲全部都係全球最勁最新嘅 models， 佢都有嘅。因為佢嘅 debug 能力強咧，咁我係建議大家俾upgrade 個 plan 就俾$10。之後如果做完個 project 嘅，咁你哋可以取消翻佢啦。呢個係我完成咗嘅 project， 咁有幾點大家要留意啦。喺 config 度第6行嘅 IP port 7497，呢度有兩組 port 嘅。TWS 咧就係你哋平時用開嘅 IP 平台，咁實本就係7496啦，模擬就係7497啦。Gateway 就係4001同埋4002嘅。咁 TWS 同 Gateway 有咩分別呢？ TWS 就係話你可以睇到你成交咗啲咩股，成交咗幾多股數，成交咗咩價錢。而 Gateway 咧，佢係專俾自動交易用嘅，你係睇唔到呢啲資料嘅。所以日後你哋玩熟咗咧，都係要用翻 Gateway 嘅。因為點解咧？因為 TWS 有一個唔好處，你要喺半個鐘頭之內咧喐一喐個 screen，
如果唔係咧，佢會 lock 你 screen。咁如果你下半個鐘頭之內你要搞一搞個 screen 咁同自動交易，咁你做呢個程式係冇意思啦。咁熟咗之後就轉翻去機位。咁第二點要留意就係話呢個自動關閉時間啦。咁佢係亦都可以設定係每天幾多點關閉。我呢度係舉個例，呢啲全部都係注解嚟嘅。咁改嚟改呢度。咁呢度你就如果係要23點自動關閉，咪寫23:00啦。咁如果話開咗個程式之後要5個鐘頭關閉嘅，咁咪打呢度啦。如果我咩都唔做嘅，咁係跟部機開、跟程式開、跟程式關嘅，咁呢啲咪留空佢咯。咁做完改咗呢啲設定之後，咁就 Ctrl+S， 咁咧就 save 咗佢。跟住去翻嗰個 folder 度，就 double click 呢個 start program。佢呢度有兩個嘅，咁大家記住睇呢個Windows 批次呢個啦。咁我程式 run 咗之後，你會見到呢個係個 log 嚟嘅。咁你會見到就係話，咦，遠端電腦拒絕網絡連線喎，係發生咩問題呢？咁梗係啦，個 IB 我都未開，同埋都未設定好。咁我哋下一步咧就教大家點樣設定個 IB 啦。喺設定 IB 嘅時候咧，有幾點一定要留意嘅就係話，enable 呢個 active 嘅 X 啦，同埋呢個 socket current 你一定要勾選。咁 read only 呢個 API 咧就要取消。咁 allow connection from local host 咧，呢個係要 tick 嘅。咁呢啲IP port 咧就你哋記得就係話模擬就7497啦，實盤就係7496啦，機圍就係4002同埋4001啦，一定要留意呢幾點啦。如果唔係連唔到線，同埋咧個戶口，如果你係想用模擬嘅咧，你冇改到咧，咁係用咗7496咧，變咗就係你用個真錢去玩噶啦。呢個就係 IB 個界面，機圍個界面。咁你睇到嗰真係乜都冇。咁個設定又係喺個 configure 嗰度 setting 啦。咁記住就係 unclick 個 read only 啦。咁 socket port 就預設4002啦，又係 IB 預設嘅啦。咁就 tick 翻個 allow connections from local host only 嘅。咁apply OK。呢個就係 IBTWS 個界面，我相信大家都好熟悉。咁我哋嚟做個設定就係喺 Global Configuration setting 啦 ，API settings 就 tick 翻 enable ActiveX 啦。咁就唔好 tick read only 啦。咁個 port 就係7497。咁 tick 埋個 allow connections 啦，跟住 OK。咁成個設定就係咁樣噶啦。OK， 我哋翻嚟個Python 程式，再重新再温一次睇下。今次就係嗱，大家睇到係冇咗個 error 啦。咁亦都呢度睇到就係 IB 交易引擎已成功上線啦，備戰信號中啦。好啦，當我哋設定好 TradingView， 創建埋個 domain， 又寫好咗 Python 中間件之後，係咪就可以即刻用真金白銀去落單呢？答案係千萬唔好急，做量化交易，安全永遠係第一位。所以喺最後呢一步，我哋要進行實測驗證同埋風控測試，確保成套系統運作萬無一失。大家喺準備做 trade 之前，一定要跟足呢4個步驟，必須喺 paper trading 測試，
一定要先喺模擬盤裡面測試完整嘅下單流程。使用低嘅分時圖，例如1分鐘 K 線，可以令信號更快觸發，方便你實時觀察落單速度。檢查 Python 日誌、信號觸發之後，去 VS Code 睇一下 log，確認系統有冇做持倉檢查，確認 OCA 訂單，最後上 IBTWS 檢查，睇下 Retake Profit 單同 Stop Loss 單係咪真係精準咁掛咗出嚟。大家可以睇下右邊呢個表格，呢4個風控項目係一定要驗證嘅。持倉管理測試重複信號嗰陣，系統會唔會檢查持倉？如果有開倉，就拒絕重複開倉，防止手續費侵蝕你嘅利潤。智能離場與 OCA 互斥，驗證系統係咪會根據你嘅 Take Profit 同埋 Stop Loss 百分比自動計好價格，而且其中一單成交之後，另一單會秒速取消，避免意外嘅成交。追蹤止損 Trailing Stop， 試下大升嘅行情，睇下止損線會唔會隨住盈利增加而自動跟住上移，幫你鎖定利潤。另外，如果你平時有寫 code 嘅經驗，亦可以用 curl 指令直接發送 JSON 模擬 webhook 信號，連 trading view 都唔使等，就可以即刻測試個程式。最後總括一下我哋呢套全自動化量化交易系統，核心優勢可以用6個字講晒：零成本、超靈活，完全唔使付費訂閱，就已經做到出面可能講緊要俾10幾萬價錢嘅軟件先做到嘅功能。呢套系統有3大亮點：全天候執行，一部普通手提電腦就可以24小時無間斷幫你自動買賣全球股票；全面風控，內置持倉檢查、智能離場同 OCA 追蹤止損，全方位鎖定利潤，保障資金安全。我哋遲啲仲可以擴充系統嘅功能，支援多策略管理，例如即時反手策略，可以淨係做 long 或者淨係做 short 策略。另外，一旦遇到網絡問題，仲可以即時經 Telegram 發送警報通知。如果覺得呢條片幫到你，又或者大家有興趣繼續去擴展呢個系統，可以留言話俾我聽。記得讚好、訂閱兼分享俾你身邊做交易嘅朋友。有任何問題，歡迎喺下面留言。我哋下集再見。